以前好多基層家庭一邊排公屋，一邊屈喺劏房，日日對住漏水、蚊蟲、加租嘅壓力。等屋唔單止係等一個單位，而係等緊見到未來嘅一線光。但最新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已經降到4.7年，係2017年第四季以嚟最低，比今屆政府上任前高位6.1年，縮短咗2成3。政府提速、提量、提質、提效，改變咗房屋供應。以前公屋供應頭輕尾重，而家要將等候時間真係壓低。最大突破就係簡約公屋，利用短期未發展土地，加上組裝合成技術，彩興路第一期高層樓宇唔使年半就起好，快過傳統公屋好多，幫基層搭起上樓之前嘅一條橋。有人以為簡約都仲係將就屈質，但對好多住戶嚟講就係脫胎換骨。地方大，有獨立廁所，有窗，租金穩定。有媽媽話以前住劏房，老鼠蚊蟲多，個仔好難集中溫書。搬入簡約公屋後，租金由4000幾蚊減到1000幾蚊，每日擘大眼都係由心笑出嚟。政府仲加大公屋供應，2026-27年度起嘅5年，公營房屋建屋量將大約有19.6萬個單位，比起呢屆政府上任嗰陣增加超過80%。公屋輪候時間創出新低，代表一個個家庭提早離開惡劣嘅住所，就為更多家庭提早開一扇見光嘅窗。